此时此刻，想回徐州吃饭的心情达到了顶峰。去到每一度，點解總會有得嘈？難道繼續困死陰濕小氣度？我有一路，清楚就我有幅圖，行話數來任你講卡都好做。走佬，一步一步計算好，冇最後說話，最後收稿，冇嘢要透露，冇人走寶，叫埋包袱走佬，無論乜嘢地步，給你疲勞，天與地同地鋪。